長、各位老師、各位同學，早晨！我係 4D 班嘅陳文浩，我係 4D 班關賢蘭，我哋係化學新聞報導嘅主持。而蘭，你記唔記得我哋上年度嘅化學新聞報導嘅主題係燃料同埋環境保護？記得啦，我仲學習咗好多生活中嘅化學知識，例如能減少空氣污染嘅能源，同埋學習咗製造可再生能源而乙醇。我記得係透過發酵水果去製備乙醇㗎。而我哋今年嘅主題係食物中嘅化學。今日要報導嘅主角呢，就係水果。點解食水果嘅時候我哋會覺得酸呢？因為你揀咗啲未熟嘅水果，水果喺未熟嘅時候，有機酸嘅含量係比較高，例如檸檬酸、蘋果酸，所以佢哋嘅味道係偏酸嘅。水果成熟之後，有機酸嘅含量會減少，而果糖及葡萄糖等糖類嘅含量就會增加，所以味道係變得甜。係啊，水果成熟嘅過程唔單止係化學成分嘅改變，仲包括外觀、氣味同埋口感嘅變化，咁都會進一步影響到水果嘅整體味道。比如香蕉喺未成熟嘅時候，通常係綠色，表面係光滑嘅，摸起嚟比較硬；但係成熟嘅香蕉變為紅色，表面出現咗小黑點，而且質感變得柔軟，味道係更加甜。其他常見嘅水果，譬如芒果、奇異果、番茄、梨同埋蘋果、牛油果都有類似嘅情況。通常我哋買水果係一大袋買，比起做個水果買係平啲，但係買嘅時候佢哋可能未熟，仲未食得。但係等到佢哋一成熟，成批水果都係一齊熟之後，通常食唔切就係爛，跟住就等咗佢，所以就好浪費。咁我哋不如先嚟了解下點樣催熟水果同埋當中嘅科學原理啦。水果本身會釋放乙烯氣體，乙烯係一種天然氣體，可以促進水果成熟。乙烯係植物自然合成嘅一種植物激素，會影響多個基因嘅表達，啟動與果實成熟相關嘅生理過程，其中包括澱粉向糖轉化。隨住乙烯嘅釋放，水果中嘅澱粉會轉化為可溶性嘅糖，咁令到水果可以變得更加甜。我諗到啦，將未成熟嘅水果同埋成熟嘅水果放喺一個底度，成熟嘅水果去釋放乙烯，促進周圍水果嘅成熟。但係我記得綁實個底，避免乙烯氣體擴散，呢樣可以集中氣體，加快成熟嘅過程。未食嘅水果可以放喺通風同埋開陽嘅地方，避免陽光直接照射。今日真係學到嘢啦！如果大家想學習更多生活中嘅化學知識，歡迎大家參與有化學科同埋科技與生活科合辦嘅分子料理製作工作坊，時間係12月16日放學後4點10分至到5點，歡迎同學參加，每組2個人。有興趣嘅同學可以向卓偉老師或廖慧敏老師報名，請大家踴躍參加。今日嘅化學新聞報導完畢，再見。